Paul Sir 先後3次以唔同嘅身份係負責體能訓練嘅工作。佢唔單止係教官，仲係一位人生導師，引導學員克服心理障礙，培養勇氣同埋自信。雖然今年佢正式退休啦，但係佢對運動同埋培育新人嘅熱誠，多年嚟都始終如一。咁知道 Paul Sir 你啦，當年就喺 Cadet School 嗰度受訓加入警隊嘅，咁同而家嘅 Cadet Program 又有冇分別嘅呢？其實我會覺得大致上，尤其是個名就冇乜分別啦。咁但係內容呢，係因為成個香港嘅經濟環境啊、條件啊、教育嘅制度啊、科技嘅進步啊，整體其實都好唔同啦。同當年我哋以前係一個2年嘅寄宿嘅學校啦，或者可以係一個職業先修嘅訓練學校啦，同而家係一個令至到佢啟發佢嘅思維啊，令至到佢對各方面就業嘅時間呢有充足嘅準備啊。喺呢一方面呢，而佢亦都係只係一個600小時，但係非寄宿，大致係一個1年嘅課程。咁所以我諗整體上邊喺個實質呢就唔係太相似。不過喺一個概念上邊呢，我哋希望延續到我哋以前成係叫一種叫做少警嘅精神啦，劇仔精神。咁呢一個就係一種希望每一個學員有一個態度啦，有工作有熱誠啦，同埋對自己嘅行為負責啦。咁我諗主要其實我哋希望延續再重新舉辦呢啲類似嘅課程咧，就希望能夠做到呢件事。咁喺1986年啦，你就喺當年嘅警察訓練學校嗰度做教官。咁其實以前同而家嘅體能訓練模式又有冇唔同呢？其實體能訓練咧咁多年都冇乜點改嘅，都係要透過做運動啦，同埋出汗啦。咁但係嗰個形式啊，或者嗰個理念咧，有啲會唔同嘅。以前就係我哋用所有任何嘅方法，只要你達標。但係今時今日我哋成日都透過同行啦，又或者希望透過做運動帶俾你個好處咧，希望佢哋唔會對運動咧係產生生厭，最好就係愛上啦。咁呢個係我哋嘅目標。近年有個學警預備訓練課程，由香港警察學院聯同幾間專上院校合作。學員通過警員遴選程序並成功修畢課程，可以加入香港警察學院接受基礎訓練。Paul Sir 啊，學警預備訓練課程即係 Cadet Program 啦。咁其實裡面主要訓練嘅內容包括啲咩嘅呢？其實喺2024年咧，我哋同3間院校咧就協辦咗一個 Cadet Program。其實就好似類似我哋當年喺警察少年訓練校去受訓，大致上邊係有咁樣嘅理念出咗嚟啦。喺呢個1年嘅 Cadet Program 裏邊咧，其實都包含咗有生涯規劃啊，有警察實務啊，有體能建立啊、思維啟發等等呢啲。咁其實學院裏邊咧，我哋係包含咗即係180小時，而佢哋喺相關嘅院校咧，就係需要訓練420小時，先至能夠完成到個 DAE 一個600小時嘅訓練。作為一位咁有經驗嘅教官啦，對於有志加入警隊嘅朋友仔嚟講，你有咩錦囊送俾佢哋呢？其實喺過程裏邊有好多嘢嘅，咁但係如果我總結就係話我哋唔應該因為有個終點喺前邊攞你先至做努力啊！即係我試過有個女幫辦話去爬艇，哇周圍喺度轉，我同佢上去，我話你唔好諗咁遠，淨係做咗一樣，跑前面嘅獎，去跑一跑，爬完之後一望，我話你望下，咦終點近咗，呢個都唔緊要，你望後邊，我哋拋離咗後邊，佢原本喺尾後邊嗰1兩隻。跟住嗰10幾隻艇咧，好似蚊形咁，好遙遠。唔好因為有目標，我哋先至努力。應該淨係 focus on 努力，目標就會出現啦。